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最近举办一场彰化病院无名英雄的特展，展出着1987年到2000年台湾街头运动的过程。 影片呈现街头运动，民众对抗警备单位等等，搭配七点人，嘛是作曲家刘夏谦特别创作的无名英雄交响曲，呈现对改检前后到第一届进动论坛台湾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。当时被400个政报警察团围住，结果阮尾后甲伊冲突了后，阮嘛是甲伊冲破。彰化县第一届游行，就是为阮这场开始。 像这场兵款228，群众主张公布代志的真相，还有争取农民权益、甲环保运动等等。这个事件背后，真侪抗争者虽然唔知影名，却是民主化背后的无名英雄。王金珠嘛表示，伊用6档的时间口述访谈，采访约300位基层民众，用影片、文字等等记录历史。这嘛是头届有展览，用抗争的民众做主角。遐个基层草根运动者。 无名字的，咱嘛唔捌你的，慢慢来甲伊吹出来，甲伊做采访、做记录。我想安尼台湾的民主运动，加一个拼图，才会当较完整。这个民主台湾的街头运动彰化宾馆无名英雄展，将把黄时代落早放伫展览现场，希望互民众感受就街头面对威权、举拳头画出家己诉求的感觉，体会台湾人一步一步行过这个路途，才有即摆的民主成果。记者陈阿文、徐凯采访报道。